我林思聰 Stephen 將會喺嚟緊呢個禮拜日開始重新推出我10年前推出過一個叫做生命計劃嘅音樂計劃。以下係呢個音樂計劃嘅簡介同前言。我個名叫做林思聰 Stephen， 我係一名全職香港流行音樂嘅曲詞創作人、編曲家、混音師、監製以及教師。大約喺10年之前，我曾經發表過一個叫做生命 La Vie 嘅音樂計劃。而我當時去做嗰件事最主要嘅原因有3個。第一個係因為喺千禧年頭，我曾經同我喺音樂上邊嘅拍檔周先生，再加上我哋嘅製作小隊，用咗前後總共3年嘅時間，去為當時仍然係一個新人嘅歌手謝小姐製作咗佢首張嘅個人大碟。而我哋當時做呢件事嘅原因呢，就係因為我哋覺得當時嘅流行樂壇已經嚴重咁迷失咗方向。從80、90年代嘅全盛時期到咗嗰陣時，流行歌曲嘅製作已經淪為咗唱片公司為咗去製造一個又一個拍廣告、拍電影、拍電視劇嘅明星，純粹去為唱片公司用嚟揾錢嘅宣傳工具。而嗰啲唱片公司已經將製作一張唱片本來理應首要嘅任務去製造出好音樂呢一件事完全拋諸腦後。所以我哋想用一張以一版無名嘅好聲音，再加上有好音樂創作、製作獨立製作嘅唱片，去展開一場小革命，希望將流行樂壇帶返去以推廣好音樂為主嘅正路。雖然呢，當年最終嘅結果就係我同埋拍檔因為大家彼此嘅音樂理念同埋路向呢出現咗嚴重嘅分歧，同埋我哋當時公司同其他嘅大唱片公司應否去合作上面嘅問題上有住截然不同嘅意見。所以喺最後，我哋嘅製作小隊隨住謝小姐同埋佢嘅經理人決定轉回到大唱片公司而拆咗夥，導致嗰場革命並未有完成。但係咁多年以嚟呢，我一直都冇忘記到嗰一件事。而就算係家陣生命計劃推出已經到咗10週年嘅當下，我仍然希望可以繼續藉住呢個計劃去完成嗰一場革命。而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喺2013年右腦曾經極之嚴重咁中過風。雖然我當時可以話係已經非常之咁幸運咁執返條命，但喺隨後嘅2年期間，我除咗成為咗一個半身行動不便嘅傷殘人士之外，更加喺及後嘅2年之內接連失去咗我生命入邊最重要嘅人、事、物。所以我希望可以喺我仲有唔知道仲剩返幾多嘅日子入邊，積極咁去繼續推動呢一個計劃，去作為留返俾我最心愛嘅人同埋香港流行樂壇一份禮物。而最後最重要嘅原因，其實係作為香港流行音樂嘅愛好者同埋工作者，我深信港式情歌呢種一路陪伴住我成長嘅音樂作品，仲有更大嘅發展空間，可以喺現時市面上表現得更加出色，尤其喺情感表達方面可以更加細膩同埋動人。因為每段感情都係由2個獨立個體構成，各自擁有獨特嘅觀點。如果要真實咁去呈現，或者盡可能貼近事實，就需要仔細敘述雙方喺每個重要時刻對於彼此關係嘅感受同睇法，先至能夠達到一個相對公平同公正嘅角度。因此喺呢個計劃之中，每個故事階段都會以男女主角各自嘅歌作為情感嘅表達媒介，反映佢哋各自對事件嘅觀點。透過敘述故事主人翁 B 先生同佢相對應嘅 C 小姐經歷半生感情起伏嘅經歷，嘗試挖掘並且呈現香港流行音樂喺過去40幾年之間，無論喺旋律、歌詞、編曲、監製甚至演唱技法上面所經歷嘅演進同埋轉變。